嗰度興乜嘢佢先耍咯興乜嘢？你唔中，唔係興嘅，你咪唔中，係嘛？即係好似你參加國際嘅比賽咧，我哋香港你睇你參加咩嘢？要你參加啲人啊，或者參加一啲街拍啊或者咩咧，你輸好多嘅，因為你個 level 唔係你嗰個生活環境你唔及人嘅。好似我都一影嗰啲話風景啊，你個風景你日日去風景影嘅，係嘛？人哋可以喺個風景嗰度過一年啊，係咯，有晒嗰啲嘛，你根本你除非你真係好運，撞到一次咁靚嘅風景，係嘛？另外你影出邊嗰啲嘢時事嗰啲嘢，你睇到得獎嘅係咩？死人冧樓、地震、打仗，嗰啲全部會得獎㗎，我俾你一定得獎，係嘛？你香港點影啊？你特登你走去做電視記者，係嘛？所以你影嘅嘢你一定諗佢就係點樣咧？入到圍，即係話你咧，如果你喺嗰個世界比賽，即係你係世界級，你影嘅已經入到人㗎啦，而且唔係入一次，差唔多多幾次啊！如果你經常係入到圍嘅咧，唔講1、2、3名啊嚇，入到圍，即是話咧，你嘅水平已經開始有自己嘅嘢，人哋會認可啦。你然後先至可以唔聽某些人嘅意見，即係話嗰陣時你可以掉嗰啲咩黃金三角啊、水平啊、垂直啊，掉走晒佢，你已經開始有自己嘅風格、自己嘅睇法啊，咁你 OK。所以嗰個界線幾時定到咧？就你問自己咯。我都參加過比賽㗎，我都係入圍嘅人。所以世界性比賽入咗圍我就連續攞3次入圍，我就知道自己去到咩水平。咁啊，跟住我就冇再參加。如果以後再為呢啲嘢去做咧，你以後將自己封成咗。啱唔啱聽啊？好嘅。我想問下咧，即係而家新世代都係用手機影㗎嘛，都係睇住個 mon 啦，係嗰部機影都係用睇住 mon 㗎嘛。咁以前就用 viewfinder，佢嗰隻睇住 mon 嚟影相對你會影響嗰隻，有影響㗎，好唔慣。會影響喺邊度啊？好唔慣啊開始。但係咧有一樣嘢好得意，你影呢一紮咁嘅嘢咧，就唔可以咁樣睇㗎喎，真係要咁樣嚟睇㗎，先影得到呢個效果。所以就我話用任何嘢嗰個係工具嚟嘅啫，點樣用你係適應佢，點樣用係最好嘅啊！所以冇咩你就算我即係講句唔好聽，我影手機成日俾老婆鬧，我唔識影手機相，我唔掂啊！影相又成日話我影到佢喐啊，又話乜啊，我唔掂啊！影手機相。仲有冇咩？好，我哋開始講呢個啦。有啲咩嘢可以中途問嘅，唔離題嘅，我會答嘅嚇。咁影相影得耐咧就好得意嘅，你會慢慢去鍾情去到黑白嘅。我哋由黑白嚟，最後都係歸翻去黑白嚇。咁我近呢幾年咧都中意畫翻黑白啊。咁黑白嘅要求係咩咧？你個思想要再闊啲，因為你冇咗色彩去做表現啊嘛，只能夠黑白灰個比例啊，仲要講意境。呢個咧即係點解人哋話影黑白要再資深啲嘅攝影師，或者你影到咁上下先去做咧？因為佢好講意境。意境呢樣嘢有冇得教？冇得教，對唔住冇得教啊！我話齋你睇多啲國畫啦。睇下啲嗰啲版畫啦，即係版畫又係黑白㗎嘛，睇下人哋啲構圖啊，睇下人哋點樣利用個黑白去做嘢啦嚇。咁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影相，我不嬲都講啦，你點樣冇點樣嘢都係有一樣嘢就限住你，一定係嗰個就一定你影嘅作品要分主分開。睇呢張相一下就捉得到個主。